咱国内通货膨胀是一直拢真严重。主计总处发布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.05%，搁超过3%，这是9个月以来新高。一寡菜色、水果的价数嘛拢有起，肉类、食外口的，还有厝税，即嘛拢继续的起。烘出8个破一半，菜鱼碗、我大家明太子上了后，喷成处理香公公。另外一边的两塔也做一满碗的火烧糖，烘1点钟了后就会使。只是这个业者常常用到的原物料，亲像米粉、糖、鸡卵、巴达，这成本一直称悬，业者是起劲加盐，苦苦支持。那以糖跟奶油来讲，大概都提高20%到30%。那涨最凶可能还是鸡蛋，大概有3到4成左右。我们会尽力吸收这个成本。主计总处发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，在风太大来大水雨影响之下，10月 CPI 年增率为9月2.93%扩大到3.05%，冲破3%，创9个月以来新高。虽然17项民生重要物资年期3.47%有较等好，按过月事费年增4.21%，依然是真悬。厝税年增2.20%，比9月较悬。受到台风带来豪雨的影响，蔬菜及水果的价格呢持续走高，二者合计就影响10月 CPI 总指数0.63个百分点。那另外呢，油料费的涨幅4.34%也比较大一点点。另外，在高基期的影响之下，国内出口也搁一摆变乌。根据财政部上新的统计，10月出口381.1亿美金，比去年同期减少4.5%。前10月出口达3550.9亿美金，比去年同期减少12.9%。全球依然处于高通膨跟高利率的环境。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也还没有摆脱疲软的态势，国际间的地缘政治等等种种的不确定因素都还持续在酝酿或是升高。财政部表示，就算12月有希望搁转正，不过今年以来国际景气如此，库存调整压力依然伫咧，加上海外客户落单会较谨慎，有5全年出口会衰退1成，恐惊创近8年上大6个幅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